现代社会对性别的认定哪来哪多悬？有的人心内认定家己的性别甲身体的器官是无相像的，不过伊嘛无爱想要动手术。不过即阵若是咱国内要改证件顶头的性别登记，是爱交动手术的证明书。人权团体就批评讲，安尼是侵害健康尊严，所以讲因着推动联署，要求爱甲交手术证明这条规定甲废掉。 手提标语大声发诉求，性别甲人权团体宣布联署行动开始。目前国内看性别的人，若想要变换性别，要附2位精神科医生的鉴定诊断书，佮有摕到完成你性别性器官手术完成的诊断证明书等等的文件。律师指出，目前已经有7案胜诉，认定相关的规定违法。 保障人权、实现人权是一件一刻都不能再等的事情。欠缺法律授权，却要求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，而被认定违宪。性别家人权团体诉求内政部应该马上撤销2008年函释当中强制手术的规定，莫阁互想要换性别的、跨性别的人继续开时间、开钱、拍官司，真费气。法规主管的机关迟迟不去变更这个函释，导致全国 要陪这个傲慢的内政部一起违法。学者也认为，要求强制手术是性别二元化的国家暴力，要追求性别人权，袂当干那2个性别。如果我们朝向的一个方向是所谓的性别多元的话，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想象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去接受一个跨女 是一个有阴茎的跨女，我们能够去接受一个跨男，是一个有子宫的跨男。对此，内政部要表示，政府当咧建议向法制化的方向规范，并无急放风。相关的规定是互户政事务所办理性别变换的登记案件有一个依循，并且强调性别变换议题牵连到社会群体生活的特殊，应该安怎调整甲医护，影响范围甲程度是非常的深，含重大家公共利益真有关系。行政院对2022年以后，已经邀请相关的机关协商真侪解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